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直播。今天呢，咱要为大家来访问到的这位人物呢，他是从新闻媒体转战公部门，然后从新闻及国际关系处的处长到研考会的主委，现在呢更成为黄伟哲市长得力的左右手。现在就为大家介绍这位贵宾，我们现在就来欢迎台南市政府我们台南市的副市长赵清惠赵副市长，您好。嗨，大家好，碧纯好。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来参加那个碧纯的节目哈，启明的新虾，感谢你，谢谢哇！今天有够严天哦，邀请到咱副市长到这幕当中。其实副市长哦，是我们这个媒体界的前辈，而且非常受到敬重。那当然呢，就是说，因为他表现非常的好，被延揽到市政府之后呢，当这个新闻及国际关系处的处长，然后还有当研考会的主委，现在更是不简单，当到了我们的副市长啦哈。所以今天邀请你来高温这部当中，非常的开心。好，那大家呢可能也会非常的好奇，说，我们的副市长哦，她算是我们台南市第2位女性的副市长，哇，真的不简单。那不止说她在新闻界之前呢，相当受到我们的敬重哦，然后而且呢，她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的一个模范。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透过节目呢，带大家好好来了解咱这位赵清惠副市长。好，那一开始哦，我想大家就是也想要讲，媒体新闻媒体嘛，哈。你为新闻界要来转诊到公部门，哇，这个过程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你是受到我们知道你是受到这个赖清德那时候的市长哦，是，他就是觉得说，哇，他很欣赏你啊，其实那时候他跟你不熟，对不对？然后他就是觉得说很欣赏，然后才把你延揽到市政府来当新闻及国际关系处的处长。不过咱嘛知影讲，迄阵你迄东西好像有点。在挣扎到底要不要去当处长，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后来你是什么原因，然后才真的下定决心，决定转战到公部门？是，我们跟碧纯哈，应该写在这久了，就是今麦直接给咱列印哈，也都是在媒体界很好的朋友，对呀，所以其实今天里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来。那谈到碧纯，你讲的是讲我从那个媒体人到公部门来哈，对啊，其实迄东是。跟结婚一样的，都是汹涌的啦。汹涌，不是交往很久的，是那个突然间就觉得闪电结婚的那种。突然间，人生换了一个跑道，有的时候是一个机缘。是，好，那当时的那个等于今麦迄个赖副总统哈，也许你做起定位时阵，我刚好也在台南市自由时报担任主管，对，所以大部分会有一些新闻上的往来，但是并不是一个非常知道彼此在干嘛的啦。对，那。他对于我在那个新闻的这种媒体的这个经验哈，他其实也是汹涌的有一天啦哈。我本来是要帮他安排跟媒体的聚餐，是大概12月25，他第2年，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跟他说给你跟要找哪几个主管来一起吃饭啦哈。就讲你跟你先满请假，你先来我办公室，好，他就跟我约了一个时间，我就去了。去了，他就跟我想说，那今年比较特殊哦，伊刚才要跟我讲呀，所以我就去了办公室之后，后来他就讲说咱今年我是要跟你讲一件代志，是不是可以请你来那个新闻处这边帮忙，担任主管，我就跟他讲说，市长你很突然，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市长。你也请我来，我可能也得罪不少人呐，因为我过去还是在自由时报担任媒体人，对啊，那担任媒体人，常拢会讲骂啊，不得讲批评，这变成是一个天职或者是一个身份。如果我来担任你的这个首长的话，别人会认为那个修理我回来啊，就是把我反修理回来，那当然会影响到你。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没还了这些你当。媒体人应该要尽的职务是你的职务，议员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来怪罪你，好，那个是你尽到你自己的本分，好，所以后来大概就有一段时间在思考这件事情啦，好所以既然不会去影响到市政，那我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当然换跑道是一个真的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一定是一个。雄雄的决定啦，苏科雄固大部分都没答应啊啦，所以后来就过来做这件事情啊，挑战也很大，所以我其实刚到新闻处的时候就瘦了8公斤了。哇，
可见真的压力很大，因为我觉得减肥是最困难的，后来就自动瘦了。所以人家以前不是有句话说，如果你要害一个人的话，就让他去当总编辑。所以现在可能要改，你要害一个人的话，让他去市政府。开玩笑的。对，哇，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听到这个赖清德市长啊，他其实是你忠实的这个读者啊，所以他你认为说你跟他不熟，但是他都一直看你写的一些时事的评论啊，你的报道，所以其实他是觉得说，你在新闻这方面真的相当的专业。所以后来你当了这个新闻处长之后啊，对于说赖清德市长他那时候他的各种新闻什么的，你觉得说你自己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其实赖清德市长跟现在的黄伟哲市长其实都一样哈，就是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说新闻处是来包装的，其实新闻处应该是做传真的啦，不是包装的啦，就是讲这个市长伊本身都有伊家己的性格跟他做事的方法，对，我们是把他真实的那一面让民众可以理解，或者是让外面的人可以理解，而不是去包装他。有很多人很喜欢讲说是化妆师，其实不是化妆师，对，是传真机啊。之前很多人喜欢讲化妆师，是认为说，应该把这个市长啊，把一个人行销，把它包装好，但实际上可能就是副市长，你是认为说，其实他本身是怎样的个性，真实的，你就是要把它呈现，因为他如果做得好的话嘛，我们给他让来供啊，对不？没错，哇！所以我们基本上在现在新闻的工作也是很多元，也有社群的那些网站呐，那种新兴的媒体出现，对，所以一个市长他不太可能因为你包装他就可以变得好像只报喜不报忧，对，那都不可能，所以。原则上，把最真实的那一面，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嘛，所以在新闻的工作上也是一样的。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有看到了，因为像现在你说网络啦、FB 啊，然后随便民众甚至手机拿起来都可以当一个新闻人，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一直掩饰自己，就是说，你最真实的一面其实都是呈现的，对。那你就是觉得说，这两任市长其实，就你来看呢，他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个性上当然每个人都会不太相同。那赖市长他是一个比较看起来温文儒雅的人，他常常都会讲说，谁中的是爷制服嘛，所以你每次看到他一定是穿西装。对。那黄伟哲市长他是一个亲民度很高的人，伊就是那像那隔壁邻家大哥哥，所以他跟人没有距离的，不会说，你今天他当了市长，你就特别觉得他好像跟你距离很远，他是一个跟人家非常亲近的人。是亲民的这个程度很高，对，所以他也比较会让大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看到他，所以他跑地方就跑得非常的勤，像以前赖市长他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必须在府里面开会，那黄市长也会，那他们跑行程的方式就不太一样，好像赖市长他会着重在几个比较跟政策相关的一些点，是，那黄市长呢，他会比较喜欢接近很基层的人，好，或者是婚丧喜庆等等的这一些，他会认为那个东西是重要，好，他会把服务放在第一优先，好，那赖市长他会把某一些，也许是他的他的坚持的一些立场或者政策的推动，他会当做第一位。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不过两个都很优秀，对，是都很优秀。所以呢，这两位有一位已经开始高升的副总统嘛，往总统之路走。所以其实就你来看他们两位的话，那你在市政府服务，这两位你就是跟着他们在做事，会不会在相处上，或者是说你做事上会不会有偏重哪一方面？他们当然每个首长对你的要求，就跟咱头家对咱的要求同款吼，每一个人拄着头家无同，你都爱去做调整嘛。对。那对一个像说我们从外面到了市政府，不管是跟文官的配合，还是跟首长还是跟我们自己的老板配合，你一定要让他优先想要处理的事，你一定要办到好。我感觉这就是咱做人新的应该要做的责任嘛，那做完之后，如果行有余力，当然还是可以给他一些建议。我们看到的点或者面，也许跟他看到不太一样，那有一些必须要尽到一些提醒。对，好，那在新闻及国际关系处长之后呢，哇，你又高升到这个研考会。那研考会其实是掌管市政府很多重大建设其实就是整个流程来龙去脉，就研考会最清楚。对，所以其实这方面的话，你会了解所有的市政嘛？那我们知道说你在研考会这方面，其实让我们这个台南市得了很多奖，尤其在开放政府跟智慧城市这一块，真的做得非常好。所以那时候你到研考会，你从一个新闻人，然后到处长，然后到研考会。
其实你觉得说，你要把研考会推到这样子的一个，真的是很创新，所以这一点你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开玩笑说，研考会就是那个严刑拷打的啦。严刑拷打，另外一个研考会。研考，所以有很多人可能不是非常理解，说包括我们在政策的拟定，其实研考会就像政府的头脑，是一个脑。对。那新闻处其实是咱的触角，就是说我们要去接触到最前面、最新闻线索啦、资料啦、资讯啦那些的 catch 这些东西，新闻处就要扮演很大的角色。对。那研考会当然跟他的那个处理的政务不太一样。那当时我们在推动那个政务，那个赖市长其实对我很好。我那时候在新闻处的时候，差点毕不了业，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换到幕僚单位，不要都是在新闻处是第一线嘛，是。我讲啊，不，我的博士论文博士要被取消了，因为我进到市政府之后就休息了2次了，所以我已经到了一个年限，后来他就也很爽快就答应，他说那你去那边顺便帮我看一下。以后接着下来要做的很多旗舰计划，所以我就去了，那也是当做一个学习。那我不晓得毕准那时候记不记得，台湾在那个我去研考会的那一年，大概是柯文哲选上台北市长的时候，对，那时候喊出来的就是开放政府，那个赖市长当时就交办我说，那个研考会的部分，包括这个政府本身就要以开放为优先。所以我们也第一次成立了比台北市更早成立的所谓的那个开放政府的一个机制，我们推出了9大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的网站，还有包括我们把所有公部门里面可借接的东西都变成这个台南市的开放政府网站，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寻找到任何你想要的资料。那我们也做了包括当时的这个飞燕新村有一个公民论坛，对，那个也是开放政府的一环。然后后来又包括赖市长希望说我们把新市政中心这个议题很多人关心的，也把它纳为公民开放的一环，所以我们也举办了2次非常大型的那个公民论坛。对，那新市政的那个几乎还有快开了10桌，就几乎快有200多个市民来。那当然后来的结论。只能选择3个优选的地点，并没有做确认，一直到现在，它就变成是一个借由民众的意见来选择一个点位。那我们在飞燕新村的那个开放政府的作为，还有到那个还被现在的唐凤，他当时主持的那个社会企业文化中心的这个基金会，对，他那时候还没有进到政府。但是他有看到我们这个案子，所以把这个案子推到那个法国政府的一个一个思辨会，思辨会议里面的就是有一个那个法国之夜了，巴黎之夜类似那样子的，帮我们这个案例在法国做公布。被唐凤肯定不简单没错，哇，所以其实后来还包括说，在开放政府这方面有那个开放这个资料科学防疫，对不对？对这个登革热帮助也很大。是，当时登革热就是赖市长也希望说在哪里把豆爱得卡起来嘛，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最不能掌握的就是卵粒的数字，那咱的靠人工去衡量卵粒啊，所以每个人都要去计算那个阳性的容器的阳性指数有多少，那每天去算了10粒嘛，剩这11粒嘛，卵粒很小，所以当时有所谓的掌纹人的 app 也是我们发展出来的。那到现在那个跟我们合作很深的林胜哲卫生局局长，当时是林胜哲，那他现在也在那个安南医院当院长。对，那个时候成大的庄坤达老师，他也成立了一个 app， 跟我们做互相的合作，也就是我们产官学互相的做了一支掌纹人的 app。那之后我们又发展出用 AI 辨识，就是今年黄市长的任期内，我们把这个更为精进它，就是说我们用高倍数的照相机去拍摄卵粒，我们有幼卵桶了嘛，底下有一张纸，伊的产卵会在一个高温下面去产卵，诱导它来产卵。那计算这个的话，眼睛的肉眼非常难判断，到底是灰尘还是卵，对啊，傻分不清楚，对，所以我们后来用高倍数的照相，让它可以透过 AI 的辨识、图片的辨识去分别哪一些卵，哪一些是卵。
后来呢又发展成哪一些是节诀，是3班家文的，还是我们的家文，还是我们其他的班文。对，那这一些呢，我们就送到了那个 ICF。又借由这样子的机制，送到 ICF 里面去投这个当时的那个智慧城市的奖项。是，所以我们在那一年，在赖市长的任期最后的时候，我们拿到了全世界的就等于叫 Top 7啦。对。然后去英国参展，大概是其实按分数啦哈，咱是第2名啦，差第1名差0.2分而已。哦，0.2，差0.2，但是那他们只有所谓的 Top 1跟 Top 7，所以其他就叫 Top 7。哇，所以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那借由科技的导入，我们可以解决非常多的问题。那现在的发展，你就可以看得到，开放政府、开放资料，其实就跟科技导入是密不可分的。对啊，是，对，没错，哇，所以其实很多民众他对这一块不太了解。就像刚讲登革热，大家都想说那是卫生局啊、传播局的代志，但是不晓得说，幕后工程里面还有这个研考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有当时都会跟人开玩笑嘛，那个应该咱哪边河帮啊，弄永班说啦，要去把那个蚊子抓下来算一个母数。但我们现在不用，我们现在用电脑的当剩帮啊，哇，这数量有多少？哇，对啊，这个就研考会科技的进步。哇，好，那在研考会期间，我们知道说智慧城市这一块也是做得很好，而且还屡屡获奖，也来分享一下。是，像我头都要跟碧纯讲的，就是在英国比赛的 ICF，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论坛。那它每一年呢都会举办。Top 7的等于是 Top 21哈，就是21名，然后再就是整个7名取7名，然后再选1名，再选1名。好，它这个过程大概将近快1整年。好，所以这个是后来台南市拿到最好的奖项。是。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让水利局的部分，好，包括我们抽水机，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水情 App，好，你可以看到说，水涨到多少？那个大概就是用科技去计算那个，包括那个直接的监视器，把它的那个现场的淹水画面，或者是水涨多少的那个水池哈，公尺的画面传到我们的那个水情中心。那水情中心借由这个 app， 民众下载之后就可以去看了。你跟那边去看三爷溪这边水管瓦管，你都可以看得到。对，那将来会发展出一个就是提前预警效果。等于你水快满的时候，我们希望借由那个细胞的通知，你现在地震的时候，大家都会接到国家到地震中心的通知嘛，将来水嘛是当然咧做，就是讲你这个范围可能北区啊、南区还是林德，哪一些区域里面，我们就这个区域把它圈起来，发通知给你说啊，这个可能你要留意，如果你有挡水门，可能要赶快来做了啊，或者是哪一些地方可能开始要淹水了。好，所以这个都可以事先做，那避免掉我们财产上的损失。对，好，所以这个也是科技上面进步的原因，可以结合到我们的政策。对，是。所以副市长我觉得很不简单，你从那个媒体新闻人，然后到后来转向这个智慧科技这一方面，还可以做得这么创新呢？这跟你去就是继续的进修有没有关系啊？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是有一个好玩的地方是说。我们过去做新闻嘛，然后后来到研考会，刚好又接触到了开放政府或者开放资料跟一些科技的事情哈。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啦，就是说科技人他不会政策，为什么？他只有解方，他知道你如果有问题给他，他会解决，但是他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跟他做结合。咱当问题可以去解决，他就会当处理出一些科技导入的一些事情，然后让他跟政策做很好的结合。对，哇，所以不简单啦。不过我们知道说你去这个中山大学修这个博士，终于过了。那你修的这个是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博士，其实对你后面。后续包括副市长啊等等，其实也应该是帮助还蛮大的。有啦，当然有帮助了，念书绝对都有帮助。我那天才在跟那个人事处的人开玩笑，我说我也是很怪的一个人呐，就是我喜欢读硬的书，好，我不喜欢看那些言情小说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喜欢看硬的书，我把那些硬的书当武侠小说在看。很少人这样大家都不太喜欢看，有的人看书还会睡着。对，那一些可以让你的那个逻辑概念比较清楚。
然后就很像我们在训练新闻，好，刚才碧纯讲说，可能以前我有写短评的习惯，好，那些短评你要在400字里面把一个政策的争辩写完，好，然后还要让人家觉得意犹未尽或者有所收获，那些是必须要靠逻辑的，对，所以那些学术上的训练就让我的逻辑概念很清楚，然后知道怎么找资料，知道怎么找资料也是好的事情。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副市长不断的高升，也要自己不断的精进、不断的进步嘛，对不对？还要再进修等等。好，那在你接任副市长的时候，其实黄伟哲市长对你有什么期待吗？有没有跟你讲什么说，希望你怎样怎样？黄市长他比较像大哥哥啦，大哥哥，所以他其实对人都还蛮亲切的，对，就是说也不是说你的。给你买，给你送啥这样子的人，他比较随性一点，他比较不会，但是你也会理解说他想要推动的东西是什么。像他就非常在意跟人民相关的有感的事情，他就很在意。好像说他不一定会喜欢做一个很大的东西，但是跟人民息息相关的小事情，他很在意。就是民众他会直接感受到，然后可能会直接反映给他知道的事情，他很在意。对，就像说那个很多人都会讲说他都在卖农产品，可是你要去想象说，我们经过防疫的这个阶段，很多的那个事情，像观光好了，台南市也是第一个我们在防疫开始解封的时候，像邀请到陈时中部长。对，那个点子是黄市长自己想的，他自己想的，他自己想的，包括讲那天要那个安排，要那请他来，或做哪一些安排，都是他想的，都他想的。包括我们今天在防疫的时候，到小吃摊或者是到夜市还可以吃东西，那个隔桌的那个板子，透明的，那个是他想的。他想的哦。你不讲我还不晓得，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人。以为是他幕僚想的，没有，他自己想的，他自己想的。然后有一些像说今天请陈时中部长来，要送他什么样的礼物来让台南市的某一些产品可以被曝光，因为当时很多记者追着他嘛。对啊。那他是新的那个五月天嘛，所以他追着他的时候，我们要在他身上呈现什么？从头到尾。都是黄市长自己精心设计的，包括他请这些请那个衬衫啊，然后背一个丝木鱼的包包，也是让南区的一个产品。对啊，很有特色，又代表台南市。没错，结果那个爆红在爆红啊，对啊。对啊，原来是那个伟哲市长的点子啊，哇！所以他其实都会帮台南有很多观光跟行销，在想很多的方法，像我们的农产品。去年开始有很多那个农产品，芒果啦，马龙大出，对，那大出要维持一个价格，所以他就叫我们超前部署啦。所以现在超前部署已经快变他口头禅了啦。我觉得哪一些事情都要超前部署，要先把芒果卖好，它才可以维持它的价格。所以我们可能要降低一些不好的次产品，让它先打到其他地方，可能做果干啊，或者是做其他的加工品。那这个量的维持，品质才会比较好。那我们就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价格。然后分装的部分也是他想的，像英雄面也是他想的。是啊，英雄面是他想的。像我们就把很多其他地方有那种薏米嘛，有关庙米嘛，对关庙面后来还不是做了很多种不同的，像加了那个这个芝麻啦，或者其他各种，他就把它封成一封，然后叫农产运销公司要来开始卖。然后后来是因为那个送到总统府。那总统后来跟大家讲说，这是黄市长送来要给五月天的我们防疫人员的英雄面，对，所以又英雄面就爆红，对，没错。所以你看得到说有一些观光行销的部分，几乎都是黄市长自己的点子。哇，所以他的点子很多，然后你们要去帮他落实，对不对？对，但是他也是一个很懂得方法的人。好像说以前的市长可能不太会知道说你要到电视台里面去给人叫卖歌有没有？对。好，但是黄市长就自己会去。对，他每次去卖都那个卖得很好对，每次都秒杀。对啊，哇，是他的魅力吗？他其实有一个那种魅力是很会卖东西啦。我觉得那是他的魅力。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到他有一些政策面，其实他自己也很有想法。好像说我们现在在刚才可能等一下要再跟碧纯提到的，有几个重要的区，
对，跟有一些区政的展开，其实是黄市长上任之后，我们才开始有这一些跟民众非常贴近的方式去做处理。像大部分人都会讲说，台南市有很多的房价居高不下，有很多的这些土地的价格可能一直上涨。对，好，一直这样讲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让它的市场的供需是来的平均的，它的价格自然就会回到一个标准。如果我今天的土地开发都不做或者是说我也不要去做其他土地的释放，公共设施的解编，那你的地就变成奇货可居，价格都一定往上飙。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包括土地重划跟公共设施解编的工作。是对，所以这些工作不是我们一般市民知道，想有没有在做？那其实就是说你们都有按部就班的，是一步一步的在规划。好，那我们知道说台南市有2个副市长嘛，您跟戴谦副市长，其实你们工作上怎么去做分配啊？原则上戴谦副市长他的那个专业就是比较他过去是第1任的那个科学园区的管理局局长嘛，对，也做过我们国科会的副主委。也担任过我们在省政府时期的那个叫做农产畜牧的那个，不知道是叫股长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方面的专业。然后他自己也是农业博士，所以在农业的这一块，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可能有一些发展性的农业经发，那些大概都是属于戴谦副市长，就依照专长来分，对，而且他也是校长嘛。所以教育也在他那里，对，就看你们的专长就对了，哇！所以其实你分配到的也还蛮多，所以我分配到的比较是幕僚型的，比较幕僚型的。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就是你们2位就是市长最得力的左右手。好，那接下来的话，你们要怎么样去辅佐市长帮助市长，让他把这个台南市变得更好？所以在未来就是说执政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目前就是说，其实我们黄伟哲市长上任之后有做出了哪些成绩？那未来他想要做的有哪些？是，尤其是说现在我们这2年遇到了那个疫情的问题，那我们台南市其实在观光什么各方面做的还不错，对不对？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数据可以提供来分享？就我刚好也用一个表格来跟大家做说明是我们其实在防疫期间台南市是防疫第1名，不管是民调还是真正的成绩都是第1名。像讲我们在防疫的过程里面，当然国旅大爆发，但是我们要超前部署，抓到这个机会，在台南市就非常不简单。除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光人潮，像讲咱有当时假日去看台南市的那个在路上走的人，你就会发现它很特殊，它不是那种好像跟着来那个吃喝玩乐而已，它是拿着行李箱，很像要出国的感觉。是来台南出国的，是咱国来伪出国啦。所以他们很多的自由行或者什么，他们是在寻找一个台湾的过去，或者是我们讲说一个非常像日本的地方。对，所以是来台南出国。所以我们在这一阵子的这个防疫期间，我们创造了大概200%，也是2倍超过的观光人潮。哇！那因为有这样子的数量，我们的民宿家数也增加到91间。还增加，很多地方都倒，我们还增加。哇！所以是真不简单，而且都是民宿还不是说都只有大旅馆，还有一些民宿，可见大家对于这个台南市观光的未来是很大的期待。对，然后你看台南市的假日几乎规街都人啦。那这个是不是只有在府城区？没有，也有在其他的我们比较西北的，像咱后壁，还是讲那个后壁的那个老街，还是讲去龙家关庙，都因为影片拍摄的关系，造就了好几个原来比较咱讲较增加的所在，还是较无遐尼好发展的所在，都借由这样子突然就爆红。人也是非常的多，也是非常的多哇！所以其实咱的观光也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反而其实还做得不错。那从这个我们的民宿有增加，这个就不简单了，就看得出来说，你如果说观光人潮不够，谁会去开？没错，而且我们在平常假日的时候啦，扣除掉一些淡季，我们基本上的住宿率都是逼近90%。是足恐怖，你想要来台南大，你要先预定，不是拢挂无。
对啊，没错。好，那刚才就是说，副市长你有讲到说，那个韦哲市长他其实是很重视这个基本功，很亲近民众，对不对？他很在意民众的看法，所以其实他的市政方面，未来是不是有很多像那个区政好政啊，这样子一系列的话，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知道说从3月就开始展开区政好政，对不对？是，像讲咱3月的时阵，我们会有一些那个艺如春风，为什么要办艺如春风？我们过去在台南市有办了非常多2年1次的国际艺术节，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请那个外国的知名的明星来，或者我们的演唱会，对，这种办啊，为什么会被办艺如春风？他就是希望把艺术，或者是一些我们在地的剧团，让他可以有一个表演的空间。那他要去表演的时候，又可以到咱较无法度触角到的地方。我们大型的表演可能一场尔嘛，可能的演唱会结束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在地享受到这样子的艺文飨宴。所以我们办了33场，在每一区里面都去办理。那为什么是33场？因为我们看挖市区府城家因为较热艺文活动也较多，所以先无办啦。将来有可能有机会嘛会搁办，所以这几场大概就是每一区1场，艺如春风。那个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地的剧团，或者是我们在地培养出来的艺文人士，都可以到自己的在地的服务表演去咱在地是大人，还是讲咱在地小朋友看。对，就蛮亲近民众的啦。然后刚才你也有提到说，有一些很有名的剧啊，到我们台南来拍。那拍的话，其实这个是真的会带动这个观光的人潮。像韩国就是很多人到韩国去，就是为了说哇，那个明星去拍过啊，去朝圣，对不对？那我们台南其实也有这样子很多场对不对？是，都要闭准有特别提醒。像我们这边除了这个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大家就知道把翁来弄到一个爆红，对啊，还有那个深远基地，他后来还自己做了一家店，也在我们的龙崎或者是关庙那边，都有他的那个点，对。那《熟女养成记》就让后壁老街爆红，对。所以这些影视呢，都是我们当时在文化局有一些是补助案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补助很多钱，因为台南市不是最好起来而且咱是小小的钱，让他们可以剧团来这里面做拍摄，有的时候是补助他们食跟住啦，还有一些行。那如果是他的剧本或者是他的那些演绎的计划是比较完整的，我们可能补助金还可以达到100或者是200。那这样子，像《熟女养成记》呢，刚开始补助60万，创造了一个比60万几乎10倍以上的价值。对啊，没错，因为我那个真的是10倍、100倍的价值。对，然后现在他第二季《熟女养成记》的那个下半的一个拍摄又已经开始。那他们现在在后壁啦、盐水啦，都会去跟我们的一些小吃做结合，所以每一个店呢，几乎都是在那个 YouTube 里面被报道，都很爆红。对啊，是。然后像说，想见你。这个就在府城拍的，对，那个建筑物啊，我每次假日从那边经过，都有很多年轻人在那边拍，自拍，对，拍一个点，现在的媒体不太一样了。我常常先想举一个例子，我们过去都是拍那个候选人，或者是拍那个人，对，我们喜欢的人，我们是用手机这样拍他。我们现在是转过来跟他一起拍，对，所以他的这个视角已经完全不同了。对，所以不管是你的施政或你的政策，你要转过来想，对，你不能一直这样拍，那是没有用。你要转过来跟他站在一起。对，所以现在的人的想法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就要跟着现在不管是因为新闻的关系，或者是政策走向的关系，我们就要跟着这样子的潮流，让我们自己跟民众站在一起，那个角度就不一样。对，没错。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用手机自拍的频率还比这样拍还多，所以你换一个角度想，我们是不是也要来检视一下，对不对？哇，所以这真的是有在顾及到我们民众的心声啊，不愧是媒体人出身。黄市长也很重视，也很重视，对，他一直都是还蛮重视这一块的。是，对，哇，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影视的补助真的有带动我们城市的行销。像孤味也是啊，那这边黑更可能。要吃就真困难，那都要排队啊！对啊，你看高级米啦，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对啊，我们不管做任何台南人做任何事啦，好吃的也好，或者是工作也好，就是专精高级米。
所以菇味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包括他做的那个虾卷就是狗味啊。对，所以这之后啊，其实民众也都蛮期待的，看有没有多一点剧组啊，再到我们台南来，要带动很多的行销啊、观光等等啊，对啊，然后剧组整团来，然后他们也要住宿啊，然后也在那边消费啊等等的，然后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形象也是大大的提升。当然，我们借由这样子的话，等于就是搭着一个顺风车，引力宣传的戏剧，但是我们宣传我们的城市，对。所以是相辅相成，对，相辅相成，而且就是非常的得力耶，对不对？哇，很棒哈！好，那我们在区政建设方面啊，是不是我们也来讲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设啊？哈，因为立功苦力嘛，哈，那咱公就是说市长他很重视的话，那在区里建设方面，他其实应该也是非常的有要求。那我们其实有几个区嘛，现在有新都会区啊，哈，然后有一些，我们先从这个区来谈起好啊。咱较重要的就是讲上大的区啦，人口数上大的区就是伫咱的永康嘛。那永康235000人，即摆235000人，我家己市的人，阮家己市25万人，是一个市，所以你看这个永康已经快变成一个嘉义市。对，那它的人口数，我想可能渐渐的还是会逐渐在增加。那我们在这个地区也很特别，一切的所在过去是台南关所以伊是人先搞。建设较高，好，等于所以在这个永康，你就可以发现说，路可能不是像原来的那么平整，和你大条吼，伊可能都弯弯翘翘，小巷子好多所以咱较重要的是啥？把这个中卫给做出来，二王公墓当时有很多的那些公墓区域，我们现在人都已经住到那里了。你就不可能说不进行重划，是那进行重划就要有一些迁葬啦，有一些拆迁补偿，或者是有一些事先的一些做法要去做。那这在永康大概就有7个重划区，这个就是将来的我们讲说 7 up， 把这个地方通通带起来的话，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投资进来。这些地方划出来之后，有一些可能是工业区，有一些可能是住宅区，有一些也是我们的生活机能区，那就会让永康235000人，包含我们有将近有17所的这个技职院校，就是大专院校加上我们的科技学院呐，或者科技大学等等，在这个永康是很多的，包括昆山呐。包括很多的学校几乎都在永康地区，南台也在永康。对啊。这个所在，咱将来年轻人回到这里，如果能够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成家，那永康就很重要。所以在最大的这个区域里面，我们就希望说它有7大的这个开发案。那这里面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那个二王的势力重划的二王公墓那边，那还有一个是大家也很熟悉的基美，奇美在六甲底。那奇美的医院呢，它也是在永康帮助很多人像做那个就医的人也很多。那它的地不是那么的大，就是要扩充有点困难，所以后来他自己也有去申办了一些买了一些邻近的土地，那就要来进行重划，让它的医疗用地的专区可以集中一点，所以这个也是市政府来做协助的，所以这个是在奇美的部分。那另外当然还有大同的市立重划啦，竹围市立重划，这个呢也是可以陆续开始，还有武王。如果在永康，大家就会很清楚。还有在永康车站的北侧会有一个产业专用区的市地重划，那这样种种的加起来，开发的面积大概有到65.8公顷，所以将来的永康就不会只有过去几个旧的这个聚落和你拥挤，那可能有一寡新的城镇会跑出来，新的聚落会跑出来，那会让永康的发展会更为完善。所以可能有做这市民一时之间可能感受不到讲有多少这个重大建设，但是实际上这个都是在执行当中，已经都有做好规划了。所以你如果是说在台南，你大概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因为那个护国神山的关系嘛，所以现在有新区啦，还是伫南科啦，还会加上沙仑，这个是我们俗称的双引擎。对，我觉得双引擎的这个政策，大概也是黄市长上任之后非常重要的那个经济投资的一个大的建设。那这个双引擎会来带动什么？我们讲说这个引擎 engine 啊怕亏，它就会当外溢。所以在南科里面，我们大概还有7个重划区，
要开始来做开发。是。那释放出的土地呢，将近有400多公顷。那这400多公顷扣除掉我们原来的一些住宅区，我们还有将近快要40几公顷，将近要80了，加上南科3期的话，将近快有120公顷，是可以给厂商来做一些厂房的建设。那这个就很要紧了，因为咱现在台积电也要投资，联电也要投资，各式的这些科技大厂都要来到南科，很需要用地。像 ASML 来投资，那过去不是讲高速公路啊，看到一台白色的货柜车，千万唔当甲弄落。它这样一台啊，3000几万，哇，很可怕。对，但是它的这个呢，需要的这个人才的培育，他需要有一个中心，他也需要地，他想要自己盖，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协助他在用地的取得，跟南科来做合作。是，那他将来的这些高科技的这些业者，已经本来被近200多个人，将来可能会到1300个人。那你1300个人都是国际最顶尖的高科技人员，所以将来的台南，你就会发现说，它除了是一个古城。是一个古都，它将来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也许我们在过去的400年是大航海时期，我们可能在2024的这个时间到的时候，这个400年又到的时候，我们又会回到国际，就是在台南。哇，真的是听起来觉得哇，我们台南市充满了希望哦，所以真的是要媒体人来讲哦，讲得这么清楚，然后真的是让大家彻底的了解了啦哈。好，那另外就是说，除了这个新兴的都会区以外，我们知道说，咱台南熊这上面农特产很多而且我们都非常的赞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有针对这个区有哪些农特产有来做一些帮助他们协助。有，其实咱头拄打节目开始的时阵，咱就去讲到一个山仔往来啦，对啊，就定大家安尼讲，咱就先莫讲迄个啦。我讲一个大家较毋捌听过啦。咱台南有咧种咖啡，也许有很多人也不是非常的清楚。咱有去东山拢要鸭头，对，但是咱唔知道东山是台南的迄咖啡上有名。对啊。这个咖啡公路175公路其实是赖市长当时规划的，赖清德市长规划的。但是黄市长希望把这个公路不只是公路，要让它变成是一个专区。所以咱甲农委会争出一个175的这个咖啡的沿线区域，过去咱若准讲要去伫这个做一下饮食啦要给它整平那个地有没有？是违法的。所以违法，因为它在山坡地不可以给它整。对，那我们现在呢跟农委会，它要做一个休闲农业区，所以我们跟他争取了175的这个沿线呢，大概有577公顷。可以把它划设为东山175休闲农业区，这个就是一个德政嘛。对、我过去伫遮经营，我准讲要来用一个种地，还是来用一个咖啡馆，我都涉及到违法。对、但是我现在这577公顷就可以在这边的经营的咖啡馆，全部都是合法的这个农业休闲区。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德政哇！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努力去做到的然后包括讲咱现在。这个咖啡的部分有品质嘛真好，咱有去比赛，产地证明的专章有16间的业者会当摕到，咱希望讲今年会当突破到20家。那东山咖啡它的量很少，咖啡都要人去摘的。对，咖啡红的时候是要人去摘的。那去烘焙，现在在东山有非常多家很红的这个咖啡馆。碧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大厨花间也是很红。他也去喝过，其实它品质蛮好的，那个咖啡品质很好。我们现在也让它做挂绿包，做其他的这些产品，让它可以很快的走到那个其他的城市，让它可以卖到外面去。所以这个虽然现在量不多啦，所以它的价格还是有点比较高的水位啦。那将来如果是可以让很多的人在这边做一些休闲农业的话，我们农民的收入就增加了。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东山我们最近积极的在办理的这个跟农业相关的工作。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蜂蜜啦，还有龙眼啦，这拢是东山啦。冬天的时候有那个青皮碰柑嘛，青皮碰柑，对，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所以他们就讲说东山有好几宝，不止3宝而已。所以这个慢慢来推动，不管是结合我们的宗教，像那边也有很多宗教的礼俗，东山迎佛祖，对，
这嘛是伊特殊的无形的资产，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做一个结合，让它可以变成一个带状的观光。你可以去摘果，咱有的人拢会挑工走去到日本要去摘果啦，去摘苹果来，但以后你在台湾就可以。对，你去摘了你的这个椪柑，你就可以在那边饮用，或者是说喝咖啡饮用，一起吃。所以这个是我们将来希望把观光变成是一个绿色的旅游活动。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朝向国际化，越来越国际化，有到这个水准嘞。当然有到这个水准，所以只是说它现在量不够大。好，那我们希望将来说，也借由农委会它所释放出来的这个农业的休闲专区，可以让这个地方里面更为有咖啡庄园的味道。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副市长来谈的就是一个小镇传奇，这个真的是传奇哇！现在爆红，对不对？来，我们来谈一下左镇。这个咱应该都捌看过啊。咱讲迄个台湾的第一个化石挖出来的所在，就是伫左镇我们讲做菜寮，迄个菜寮溪摕到的化石。那有的人说它的头盖骨3万当啦，但是后来这是说挖出来的这个年代的考证没有到那么久，但是也不管啦，反正它就是台湾第一片的。那我们在那边就成立了一个左镇化石馆，它现在的这个浏览人数已经都破100万了，破100万。那我们在里面也结合了一些科技啦，包括这个化石它会动啦，或者结合你的这个 AR、VR。去让你变成跟这个化石一起在画面上，这个机制现在在化石园区你都可以玩，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这里也因为中央的投资，有一个国研院的计划，我们跟工研院、国研院合作，然后加上国网中心，国网中心是在南科，它有一个大的专门在做资料处理的，政府在那边投资20亿。那我们跟他做一些借接，让他在左镇那边，为了服务比较少数的人，人口老化的关系，他将来可能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行动嘛，所以咱就用这个公车，给伊一个方便。现在是用公车来计算一些那个要上车的旅客，上车的那些民众。是。那将来这个我们希望把它发展成自驾的，就是讲。这个服务会当随叫随到，服务较砖头啦。你若要上车的时阵，我沿路给你载。但是你有可能去你的时阵，以后看不到司机啊，就没有司机的车子。我们将来会朝这个方向去做。那现在还在一个示范阶段，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最科技、最古老，都在左镇。所以它是一个被中央的科技小镇列为中央很重要的计划，在这边执行。所以你如果到了这个左镇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浏览一下，那边常常会跑出一台特斯拉是在做示范的，是在做示范收集资料。是，所以上次市长也有到那个地方去看他的那个公车，那现在都在收集数据。那收集数据完之后，我也希望说将来我们台南很有机会可以来发展所谓的自驾公车，或者是 ART，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自驾的这个轨道，没有轨道的轨道车。哇，对，所以就是让我们市民呢相当的期待啦好，那我们过去大家都觉得说，你要让市民满意，就是讲，你路顶会光啦，水沟会清啦，道路会白，市民就满意。但是现在的市民可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所以副市长，那你现在要来辅佐我们的黄伟哲市长，好，那你未来的话，你有什么期许，要让我们市民感受到，生活在台南真的是很棒。对，所以我们刚才。上早的时阵，碧纯都有你提醒啊，人民有感的就是什么？路要平，水沟要清，笨手爱得。对，这3个大概就他每天息息相关的，跟我们的开门7件事一样嘛。所以这市长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像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抗旱，无水嘛，无水咱就去取水啊。对，咱取水是足辛苦的，因为咱即摆去迄个。工地，因为当时工地有一寡地下水，对，咱即摆爱把迄地下水抽出来，伊的干净度可以到 RO 逆渗透之后，可以供为民生使用的才算数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子找，大概有找到将近快要300吨的这些可以供民生用水的水。那另外有19个抗旱井，
这个是过去所存在的，那个可以直接给工业区啦、浇灌啦什么东西的做使用。对。那另外我们还有2个很重要的再生水厂，所产出了大概16800多公吨的水。那我们现在的使用量没有到那么多，所以市长就希望说啊，咱有一寡迄个洗车，也是因为今摆咧限水，对啊，所以伊可能无法度有水通洗车。你也愿意，那你来跟台南市政府提供一些等于是说提供我们一些路线啊，咱的水车会当搞的时阵，你也来配合咱的政策。可以做限水，暂时，因为咱这边啉水的真困难啊。对啊。将来咱希望讲公5停2的这个政策可以往后延，大家把民生用水可以正常供给。对。所以现在在一些可能不那么需求的这个水，尽量把它节省起来，将来可以用。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在这个送水车的话，可以跟台南市政府经发局来联络，我们可以把再生水送到你的这个地方，让你可以有一些营业用水可以用。对对，就像洗车之类的啦，是没错。对，不然到时候我们连要喝水都很麻烦。是啊，咱若算讲一间迄个这个加油站的附属的这个洗车，它一天用水量是15吨，差不多是咱53间家庭爱用的水。哇！咱若100间就5300户的人爱啉的，所以咱希望讲大家共体时间，在这个最艰困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帮忙，我们就可以让民生的用水可以正常去使用，尽量不要到这个所谓的公5停2啦。对但是老天下不下雨，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节水，来让我们的这个民生用水正常化可以延长。这个是需要很多市民来帮忙。对，没错，这个就是大家平常要养成习惯，因为就很可能往以后啦，就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在发生。是，现在的极端气候，所以无就给你落这大无就一滴水都不会给你，所以我们也要习惯于说天气的这种极端变化，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有当时你讲，嘛爱天嘛爱人啊。所以我们祈求上苍来跟我们下雨，我们也希望说市民朋友可以共体时间，大家多多配合。对，哇，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访问到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媒体前辈，然后他现在又做到副市长，哇，真的是我们媒体界的骄傲啦。那今天访问到你很开心，那当然我们也期许你既然去当副市长，你爱这样好喝更好，让我们大家都很有面子啊，对不对？所以最后你还有什么话跟我们市民朋友讲呢？好，我希望说我们在那个台南市我们只有一个台南市，不管说我今天是反对的哪一些政策或反对哪一些人，但是我们只有这个城市，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市政的推动，还是我们市民朋友，我们一定要把台南放在最优先的考虑。今天你打准恭喜台南市有任何细角差的所在，那大家都不好受。对啊，所以我们市政府最大的功能就是希望服务市民。所以如果有很多的需要台南市来做服务的，咱就是上大的服务单位啦。不管是咱的区公所、咱的卫生所，拢会当替大家服务。准讲是咱为着城市共同的发展，咱就希望讲市民朋友嘛来斗三共。市民跟市政府是站在一起的，这个城市的发展才可以非常走得快。一个人会当行较久嘛，一个人行较紧啦。对。但是大家做伙行较远。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帮这个城市做事。对，那我们知道副市长你是嘉义人，对不对？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很爱台南市？我家的人都觉得我是台南人，我觉得你是台南人，对啊，所以你就是觉得说，我们台南市其实是真的一个宜居城市，对不对？是没错，我们台南不管是说历史的古都，还有我们接下来可能2任市长合并完之后，它的变化非常的大。对，虽然我们讲说10年的合并在去年是10周年，对。虽然在心理上面有一些人还是会分台南县跟台南市，但是这个磨合会越来越少，这个摩擦会越来越少，每个人就会开始觉得说，这个台南市就是咱共同有的东西嘛。过去我们如果只有府城，我们不会知道后壁有一个那么好的老街，对，可以拍电影，可以干嘛的，我们也不知道龙崎有月世界，对，但是我们现在合并在一起的，不管是地理上面的改变，或者是我们人文思考上面的改变，都会越来越像一家人。
对，好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副市长到节目当中，再一次感谢你，谢谢对，那丽期许你有更好的表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好，咱市民时下这波底加各集段了，咱后礼拜感谢时间再会。